过来看睇台中董事总干美嘅邱令熙同陈庭军两公婆，因为系睇公告单位退休嘅，人来讲中嘅，也4年来为操到中摩托嘅干美，因为用平人价格唔会考虑嘅，老太爷嘅方式来经营，因为干美买唔到太高嘅家私，老太爷天初成本会加高出，产量还比本单稍微稀少。唔过两公婆为到健康、环保、土地运输，还系坚持安尼做。秋天就要结束，东西嘅感到了好杂嘅时节，只系到秋天去嘅热度，看唔到满树丰丰嘅感，一粒一粒含苞等拍食嘅落。包月亮嘅目的，呢個目的是日頭啦。哦，可比一年冇包嘅感是驚日頭，所以以前就疊啊，疊嘅就好，疊是講看日頭那邊啊，加到日頭。不過安尼吼，安尼嘅結果是加到以外吼，個果實園還是會來啊。不過包感，到東市地區，甚至係全台灣攏冇人安尼做，現今係講太多。工錢還有材料本錢，包一粒感就要2條，同時感覺價值也無高，一般感農唔好安尼管理。不過4年前，邱令熙將故鄉接受感染，就決定來一屆太改革。一般農民是都係講，最好嘅方法是講下肉料那個包，好，我想法是講，下肉料這樣的包吼，都冇達到人個目的啦。人講，那做完全無毒，個很多下肉塊包同個態度意思相關，所以我包是講冇下肉包，冇下肉包吼，咁個介殼從個種好多地方，實變做個減嘅包嘅減吼，實地方吼，咁個變種還佫較多啦。原來邱令熙係想要種摩托嘅減，不過之前冇人安尼做。這個見命見次嘅結果就係了錢，第一年7年半工錢就了撇6萬塊。結果包就自己就工多工多花費就多，修行就減少差不多2/3，剩下不到1/3啦。雖然失敗，邱令熙還係堅持。最主要係壓帶嚟位，哦，按個農民吼最大嘅問題是講，佢下肉當然是為咗產品啦，吼，可是傷害啊係農民本身啊，我想法呢，可比講我哋是下肉，可能我哋3月仲喺度肉喺空氣之中啊。其實邱令熙兩公姐本來是在高等安然吃菜嘅生活，4年前兩個人對公告單位退休，因為唔盼得阿爸按到死咧，還要自家管理個資源，決定轉故鄉退休。主要是這樣的哈，陪爸爸說話，其實這樣很簡單，因為我媽媽過身了嘛，兒子講這樣的哈，陪爸爸講話啦，吼，佢嘛就盼咩？邱令熙做過台中縣農業局長，當了解農業法令銷售制度，甚至運選總監，佢就要用摩托嘅方式經營，等於那個錯只是在用腳頭去鏟，也經驗累積嘅心得，運用草木共生嘅原則，鏟好嘅錯挑地圍做一圈，讓它數據面行。你開始保濕咩？哦，看唔見你，要唱你話找時看唔見下子找盆咩？哦，個泥土可比佢粉末吼，它上背吼，下面的保濕還是很好。邱令熙講，用腳頭鏟草還有一個好處，就是在順刷同泥改送，較好落皮。安尼摩托嘅管理公愛當多，又還有之前2年了錢，阿爸亦有意見。他沒有很贊成啦，哦，已經為了差不多的事了，哦，賺不到錢了，哦，我是認為說，
虽然赚不到钱，但是我们不会对健康危害太子较重要。太阳的出题讲，连咱的生活还过得去啦，唔免讲哈哈困了，只讲生活较实在安尼吼。那个你冇请技术的源头啊？哎呦，怎么没有看到？你下阿爸唔系个反对，颠倒点点嘅支持，像健康无用农药、产油钱无较多，教石头无好嘅超市桶，直接抽到树下包挖虫。它的1世代是1年，传染进去到变在树里面、树干里面变成虫，其实咬也空圆飞出来。天天嘅超龄鱼两公只，为了种出无土嘅柑，交了学费，赚了经验，这2年假使唔难，辛苦总算有代价。这样开始干嘛？我当然是讲，我退休了咩？我是打电话以后讲，我我连开始种柑哦，我柑吼，我研究无下除臭剂哦，然后气息看嘛，安尼啦，跟好啊，嘛气息，只安尼吼，其实吃落去。我是熟识的像亲戚朋友、熟识邮投机关团体，我是同跟讲，跟是讲好啊，气息。有一群消费者会支持我们，就从这永远是有机啊、无毒啊，这个族群越来越大，你们帮忙你啦，反正我是觉得，我们是有这付出，有这些朋友会给你照顾。无限拍感谢谢，陈天君还来做过奖，也是件见面坚持出来嘅其中一项课程。因为当初睇到卖唔出去嘅柑，唔知安完全处理，又唔甘免变到银行作陪，因家庭起做过奖。同先生了解，就拿一个木一个想看人安运做做，天日都做的时候。头讲安尼拉做6、7点钟，这样做好。当然这样开始做无按理想，是经研究嘛有了解嘛有去果酱工厂嘛该同人抢告，第1年就做1000瓶左右，1000瓶。表示种无这样一道诶。系啊，拢多啊。因为无任何化学添加物，你下见嘅果酱直接卖到唔拉卖，非常退休了后嘅想法，是在同阿爸做伴，又是在为有限环境尽一份心力。虽然无限，但也当快乐。以前教书就是同摄饮料咪其实我想办法想咪以后了啦以后教啦，因为以前教书你咪讲园丁啦，讲较好听啲讲栽培民族幼苗啦，连蛮咪园丁，连蛮进食的园丁，即句的迄俩感受啦嘛，该安尼